各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來》咧，我係綜藝圈阿權妹。大家一路以來有啲嘅看《福起來》，就啲阿權妹同大家分享當多有機小農啊，也係講對土地友善嘅小農，也就可能咩係青年農民。不過今日嘅節目當中吼，愛同大家來分享一位農民，佢唔單唱係青年農民，佢還係文青農民哦，還個佢還有得到呀後生文學獎。細細嘅人來分享，今日嘅節目地度邀請到位來賓來分享，張淑玲，阿淑玲分享。大家好，我為台中董事老爺阿淑玲。大家好，唔使緊張，不用輕鬆，因為呀阿淑玲吼，也下帶台北下多。故說講客話有一些的緊張，對不對？小緊張是，對，沒關係，我們今日不用輕鬆來聊天大嘴鼓。今日上班來福起來咧，係用呀這個作家的身份來，不過今日冇空用哦，今天不一樣。是今天是以算青農，但是不太盡責的青農。我剛剛前面有講到，就是一般來福起來了的，可能那來賓啊，東都會青年農民，都是青農。但你今天有兩青哦，你除了是青農，那你還是文青，對不對？不敢自己講自己是文青啊，但是就是他是一個自己在工作之餘，然後或者是在也許農業對我來是盡孝，或者是也不見得盡孝，這個當中其實它是一個紓壓的一個方式。因為其實我有去看你的網站，不管是你的臉書還是你的網站，我看到好就是哇。這個人就是文青，好有氣質哦的感覺。對，所以我很好奇，像我搜尋你們的粉專，我要搜尋頂底窩。對，頂底窩這是一個它是一個地名，對，它是地名。我們早期是用媽媽名字，然後後來因為我想想，其實我看到村裡面其實有很多婆婆媽媽，我們都某程度來講，客家村還是以男性為主吧。我們都是活在男性的陰影底下，父權社會。對，但我希望說，我們在這些小這些小零嘴的製作當中，我們就可以賺到一點點錢。所以我希望，也許我們整條山路的人，我們都可以把這件事情做起來。每個人只要花一點點時間，然後我們就比如說同樣的做法，那我們可以把我們村莊的產物可以推廣給大家。那一方面，我也一直在想着，像老莊思想裡面就有一個那個雞犬相聞嘛。所以雞犬相聞的情況下，就是說我不打擾你，你也不打擾我，但是我們彼此相依的那種生活。那它就是我們，就是因為我們做的東西都是給家人吃的，所以我們東西都會是無毒，而且都是很安心的，是因為彼此之間是要這樣的生活的方式。所以當初你創立這個品牌，要在頂底窩這個品牌，就會用這樣子的核心概念，以無毒的蔬果來做核心理念。它是我們的產物，然後我們最終還是要一起很開心的活下去。對，因為我覺得我們在農作的過程當中，其實大家很多都是通路問題嘛，然後再來是因為沒有藥，所以或者是你藥用的不夠多，所以你可能產量就會產量有了，然後賣不出去，產量沒有你對，其實大家那個過程當中其實是很辛苦，就是說你必須要受到這種挑戰，然後很多人的臉都是臭的，在家是臭的，但是太辛苦哎。對，那在家是臭的，但是出去很開心。但是我覺得那個心裡面其實大家都可以感覺得到彼此的辛苦，對啊，所以我才希望這樣子。對，像你剛剛講的這個頂底窩這個地名，聽說這個地名唔係客家話，係河洛話。對，它本來我們是用 Vodukko。Vodukko 是什麼？你在講西班牙文還是德文，還是某種歐洲語言嗎？它就是客家話的那個。客家話。對。Vodukko。哦，所以一樣啦，有一個共同的字就是窩嘛，對不對？我們就是因為依照那個山形，然後一類窩啊，對，有點像陷下去、凹進去的感覺。我們是好幾個山丘嘛，然後它是窩進去那山裡面，然後因為那個祖先來的時候就它這個地方好像那個我們的灶一樣，就是以前的古灶不是兩個那個嘛，所以他們覺得很像那個窩，所以我們有大頂底窩跟小頂底窩。哦，所以就是在這個頂底窩種植要有青菜呀、購置也有，韓國就係用摩托嘅也有方式來種。對，然後韓國頭牌係因為延續這個媽媽這個理念，對不對？對，以前還是用媽媽的名字來命名。對，媽媽叫彩霞。彩霞。
后来改名鼎底窝。对，然后但家人不是很同意，然后觉得啊弄那个人家就记不起来名字干嘛？怎么会？彩霞也很好记啊，不过鼎底窝黑踢名啦，对，他后记。对，但是只有我们地方人知道，可是外面人不知道。那因为鼎底窝这3个字在那个 Google 里面其实是搜寻得到的哦，对，它搜寻得到这3个字。那反而是搜寻我们家是搜寻不到的，所以我觉得，也许只能这样的考虑。决定用鼎底窝。对，而且其实我希望说，也许我们不见得是前面的，就是可以把这件事情做起来的人，但是也许有人真的也愿意做这件事情，那名字就沿用下去也没关系。哎，我可以支援他们，或者是对啊，就是大家一起，因为这是我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好的。其实我知道，阿秀玲伫个讲大个理念嘅时间，做得分享当中，其实个新关度嘅想法，对不对？所以其实这跟你之前来上节目的身份，就是跟你是一个作者也有关系。你松柏来嘅时间，黑同大家来分享，你是有得奖嘛？是小说有得奖。对，那一篇文章大概在写什么？主要还是写偏乡地区当中，因为我们是属于偏乡里面的偏乡，那我当然也写的就是偏乡当中里面的偏乡。那我们在这些可能因为有很多考量，后来他可能成为了流浪者，他可能已经无意识的到处行走。那这种情况下，其实不论是我们这是有意识的人活着，还是这种无意识的人活着，其实我们活得非常的没有，就是没有那种无力感很深，所以其实我在写的那篇小说是在写这个，那某程度也为了记录当然某程度也为了记录我们这个地方的偏乡，对偏乡，他们就是把这个情况写下来，然后一方面也把我们在921之前跟之后的那个样貌把它记录进去。对，我想阿秀玲对于土地来讲，一直都很亲近，不管是这一片土地的故事，还是这一片土地的人文。那今天给我来同大家给分享的是跟这片土地作物的关系，而且我第二个命占当讲，我有看到一段文字，我觉得还算蛮感动的，因为你说你要跟土地一起终老，跟土地一起终老，这是一个当然可能大家最后都是要跟土地一起终老的，但是很少人会把这件事情讲出来、写出来、说出来。所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其实你头摆没完全唔咩走同土地相关的呀的条路，以前做的工作完全没关系。没有。但是你却要跟土地一起终老。因为我一直在思考，就是可能在农作或者是在工作当中，因为其实它是一个忙碌跟另外一种忙碌的冲突嘛。那因为这另外一个忙碌是你有脑子可以思考，但是你的手很忙。对。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你会比如我在想说，其实我觉得先讲说，像我们祖先来这边已经算上百年了。那我在耕作的时间点，我们看着有时候可能1年4季啊，然后每天每个时辰都有不同的鸟叫虫叫，然后你就会觉得那个风吹来了，感觉好像祖先也从这个角度看向这个方向，然后它也像我们这样踩在土地上是湿的，不管是湿的还是干的，然后或者是说太阳很大，或者是很冷，或者是有虫啊从身上爬来爬去啊，或者是我们可能真的需要趴着，或者是不管是什么姿势，我似乎也可以感觉到我可以感觉到阿公阿嬷，然后阿祖，我爸爸妈妈在这边工作的时候，那每个他们以前也是这样子的生活，对，所以我觉得你的感受放很大。对，就像比如说你刚刚讲的，你在每一个时段你听到不同的虫鸣鸟叫声，这个其实就是在土地里面你会有的感受。对，而且很有趣的是，我那个当下会因为风吹来的时候，那感觉特别明显，我就觉得因为这个地方的改变很大，因为921之前跟之后差很多。那在921之前呢，我就会看到那种变化，因为阿公阿嬷他们会讲说以前他们的山是怎么移的，所以一个直接走山的那种状况。对，那个没有是我们比如为了耕作，因为早期我们是种那个稻米，那为了要一个比较平的平台，所以他们会一个一个把这座山移到另外一边，把它弄平来。对，所以你会可以感觉到说，那个石头他们那时候是怎么搬的？那这个边以前地形长什么样子？你就可以去揣摩说当初这个地方的样子是什么，然后一直到现在变成现在这个状态。对，
那当然当然921的时候会比较难过，可能想到会觉得就是这个好像不是我家，怎么会长这样？可是现在慢慢比较能够接受。那你在过程当中，你会看到那个画面会每次风一来，我就会看到这个画面一直在闪，一直在闪。可能从清朝的那时候就那个画面，那阿祖他们在这边，然后吵架，然后讨论什么议题，好像每一代都是差不多。你很细时间唐东都长辈跟你说的故事对啊，然后有时候哥哥姐姐他们会聊啊，就说以前会有那个原住民啊，会打原住民，会有要去每一户都要派一个人下去守那个算隘口或者是类似这种概念，对啊，然后那还有比较血腥就是黑历史可以讲吗？可以啊，因为就黑头白的故事啊，太多了啦。因为因为讲对泰鲁来的同原住民本单就有很多的冲突。对，那时候我听他们是讲说，因为早期的人比较教育的程度比较没那么高嘛，那因为原住民他们出草，那他们会理解成说，因为他们出草，然后所以拥有的那一颗头，他们就会就是一个强壮的象征。对，那客家人跟闽南人的理解是说，我今天只要吃了他们的肉，我就可以，他们就会害怕我。哦。对，所以我听到的那个版本就是大家都会听说，那个爹妈靠在煮那个，赶快去吃一杯。因为这样才不会被那个原住民出草，然后结果他说，他每次去都已经被吃光了。其实这些都是一些我们经历过的历史的遗迹。对，但其实听起来都是土地的故事。对，但是就觉得对原住民很不好意思。佢都係頭白嘅故事，不過呀，他成塊都有隻環境，成塊都有啲土地紅，就做得留有啲土地嘅故事，繼續同大家來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轉來。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我係綜藝圈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好同大家來分享係唔單止係青年農民，還係也文強農民。佢剛剛有同大家來分享到，佢對土地嘅故事情有感覺，情有印象，然後也希望繼續延續這一塊土地嘅故事。唔過吼，就係因為佢係兩青農民，同時是文青，然後也是青農，來到做農事嘅時節，當然還是有一點稍微不熟悉的地方。一開始有沒有遇到一些神奇嘅事情，都得同大家來分享一下？神奇的事情比較接近是，或是好笑的事情啊？比較好笑應該是在採收的時候，或者採收會，因為它會有很多蟲嘛，因為我們沒有用什麼藥，對，所以就變成每次採收的時候就會很多蟲，然後每次看到蟲就會很害怕，因為小時候很愛玩蟲，然後我不知道為什麼從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就開始會怕蟲，因為我是很愛玩蟲，是會把它。你怕哪種蟲？軟的，它會就是會，你說像那個文白蝶的幼蟲，對，因為小時候很愛抓，很會玩吶，我很愛玩蟲，我會把它吐死，我會研究每一隻蟲的裡面到底長什麼樣，所以每次玩一玩，然後就會把它吐死這樣。啊，蚯蚓呢？蚯蚓我就不會玩它了，蚯蚓我是不太願意去吐它了，但是還是會玩，只是說就是因為這樣關係，不知道為什麼就是突然會很害怕，所以我每次在採收的時候會。還好爸不在，都會尖叫，所以就會看到阿秀玲的田土紅長吹長長了，然後就突然發出尖叫聲。對，我可能會跳，因為趕快跑走，然後會跳起來，趕快走掉，哎呀！鄰居有沒有覺得很奇怪？還好沒什麼鄰居。我不願意看到這蟲看不到，因為我們是整片山幾乎都是我們，好好笑哦。所以還好看不到。那你有想要克服這件事情嗎？沒有，就是一邊叫一邊踩，這樣也比較正常一點，但是還是會跳起來，會覺得哦天啊太噁心。所以尤其是我想應該採那個，比如說白菜呀、椰菜這種時，就會吃到東頂營養。對啊，因為很特別多。對啊，然後有人會跟我客訴說，啊你們蟲好多，然後我就想說我也知道蟲很多，有自己都很害怕。
但是有虫多就表示这样是真有机啊，应该说真无毒，对，因为你没有农药，虫才有办法在上面生存。是，对，人家说有机的要件就是你要吃完，虫吃完，天气影响结束，剩下才是你的。所以这部分我跟我爸的理念就有点不太合，因为他会觉得啊，那么看到那么多虫，当然要该喷药啊。我就说当然不要喷药啊。所以他就看到，因为我的草都蛮长的，他就很不高兴，他说都不除草，然后我就默默的在一个人在那边除草。所以其实爸爸妈妈可能对像你会做按用比较农药比较少啊，尽量用友善，还是说用这个无毒的方式来耕种？其实就一开始嘿有一点持相反意见的吗？有啊，因为邻居会跟我爸讲说啊，那现在有机种很多都是假的啊，你那东西是拿别人的菜来卖啊，不见得人家是有机的。可是因为我觉得那别人是怎样，我不想管别人，但是我想要管好自己。所以我一开始，因为我跟我爸，因为前几年爸爸可能不太愿意，所以我也没有很 push， 但是我就是某些东西是我弄的，他就不要，就请他远离他。直接隔一块自己的出来是吧？对，然后现在就是有一片就是我负责，我说把那边就是留给我用。虽然你看到它长得很多草，你不要管它。对我就是我自己负责，我们种好没有种好都是我自己负责。对，因为地是自己的，不用担心有没有。Hellboy 爸爸妈妈有看到成果吗？成果有啊，他就看到很多草。成果是很多草，很多草。对啊，然后会有时候会告诉他说我们去摆摊的人家的反应是什么，对啊，但过程当中当然还不够足以让他觉得有订单很多什么，但是因为我刚刚讲，因为我们只有3个人，对，那爸爸年纪也大了，而且他身体不是很舒服，所以我就跟他讲说，我要以我们可以负荷得了的量，我没办法做大量，但是我可以用就是我在从中学的过程当中，我学到一些技术，然后品质提高，对，然后我真的后面真的有人愿意加入我们，或者是有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量拉大，因为我们知道技术在哪，当然可能状况会不太一样，但是至少我们如果要加上做加工的时候，我们知道哪些东西应该怎么做，那怎么处理，会遇到什么问题，我们就会比较清楚。对。不过像按用给强眼农民，就是要买个时节就爱种买个东西，所以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买个几节种买个农作物？目前如果人有在台北的话，通常都是依照我们现场有的东西，例如说桂竹笋，它是每年都会长的，每年都会长，但每年什么时候？大概是在清明过后，就雨水之后，所以是前一阵子就是对桂竹笋。那接下来端午节之后就会有破布子。哦，蓝卜子，对，蓝卜子大家都很喜欢吃，哎，就是做成那个蒸鱼，对，破布子。可是现在都是人家都卖罐头了，所以我们竞争对手还蛮大的。是罐头厂商就对了，小农要跟罐头厂商比就对了。但他们就只能打小众了，对。但我打的部分会是比较就是低盐的，对，然后我们也是走比较，就可能是海盐或者什么，但是我们很难卖，是因为那个买的都是 Apple 都会说，你不够咸吗？不辣喊，可不可以来吃吃看？你真的不够咸，我试试看。这已经算比较，对我来讲已经算咸的。真的吗？可是好香哦。对，你这个是蓝卜子，不是单纯蓝卜子的米头哎，你有炒过？对，我们家的很快速的做法就是加蒜头去爆香，然后再把它炒一炒，加一点米酒跟那个酱油，然后有九层塔的味道。对，就加九层塔。所以这个是你们家自己的吃法。对，然后我们家可能吃配饭，因为夏天很热嘛，因为它就是夏天的产物。这跟我平常头白色豆给完全没有同样，头白色豆给就会一根嘛，底部有懂得统碎碎，对不对？就是很多水，然后有姜，然后吃起来味道会稍微比较偏甜一点。但是亚瑟希勒，我好像就是可以吃到这个我很不熟悉的蓝卜子果实的味道。对。它里面有因为它本身里面就有果酱，那它有里面天然的那个植物性的乳酸菌。哦。那因为我那时候我跟妈妈们研究出来，它有一个很好的比例，就是那个盐巴跟那个的比例的情况下，然后再加上我们不要太大力去压它的时候，它的那个乳酸菌会被保留下来比较多一点。所以它会这样气感会给一困。对。要加一点盐巴，但是加一点盐巴，因为这是 Apple 喜欢吃的版本，比较咸是不是？加咸一点点，然后他又觉得不太合格的版本。哦，对，他喜欢吃咸一点，但对啊，
所以像这个是盐巴，就用就盐巴而已盐渍而已的。对。那一般像我们是都有这种罐头的，那个是它是用酱油的，它就用酱油，然后有时候用甘草。然后糖这样，所以会比较甜，味道会有一点不一样。对。但是像这样子啊，因为像今天有特别带破布子本身，它是植物的样子。对他本人来，本来想说他可能晚，他应该要成熟，但是今年好像比较晚一点点。那因为他就是没有用药，然后加上一直在下雨，所以他就整个黑掉。然后我跟妈妈讲说，一只黑的，一只好的，然后他就把它综合起来一只了。我想说好吧，你就高兴。刚好有一个 model 可以来做示范。对，然后这个就是蓝布子本身的样子。对，它就是我们要等到这么黄的时候，然后采，因为现在那么轻，是没办法采下来。对。然后我们就是因为它在树上嘛，然后采下来之后呢，我们就要把它拖回去，然后一颗一颗把它剥下来，就洗好，洗干净，洗大概3、4次以上。剥好了。对。然后呢，它的制成是，然后再把它拿，因为我们不能泡水，就是摘下来之后就一盘一盘，然后我们把它倒到锅子里面去煮2个小时。然后稍微翻一下，不然它会黏底。黏底，对，它本身是会黏黏的。因为没有它会粘锅，因为要稍微波动一下，所以它要一直顾着，对，要顾2个小时。对，那不能煮太烂。对，可是蓝布子好像很少在外面有看到人家在种哦，我们以前因为村里面我们大家每一户都会有就是种1、2颗、3、4颗，然后大家都会互相种嘛。然后可能今天已经开始采收，有人还没采收，那他可能就会来聊天的时候顺便做一下，顺便来帮忙。对，就我们都是这样子，然后都很开心，每次采收都是这样子，大家聚在一起。所以在董事娘的料理的方式，就会直接老抽一点点抽油，还够用酸头按用。拉啊，炒啊，对，这样子就直接吃。对，我们家都是这样吃，变成一道菜就对了。不过吼，刚刚讲都是用盐卤的方式，其实用盐就做的老爷的师傅做的保存它久到，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的共生农民啦，就会来同大家来分享这一个。所以盐巴是可以让食物保存的比较久。对，所以阿嬷他们那时候，他会做成一颗一颗嘛，一碗一碗，然后把它放在瓮里面，然后上面放很多粗盐铺上去。那这个我觉得是蛮惊人的，就是虽然很咸，但是可以保存。对他们都会放这样吃1年的。我妈说她都会放在那个出入口什么，他们要吃就直接拿起来做菜这样子。我蛮不能想象那个味道的。但是现在这个口味是你喜欢的。对，我们很小都喜欢这样吃，我会做比较没有那么压那么扁，这是我妈妈为了阿婆做的版本。那我们的版本是比较像我们有照片，它就是一颗一颗比较完整一点。但它就很容易散掉，因为我们盐巴不够多，它没有办法粘在一起。所以加了盐巴像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照片，对，这个就是它结成一块，因为蓝布子本身有胶质。对。我之前有看人家做过，然后那个胶质是真的很黏，对，沾到衣服很难洗。对，所以它如果你沾到的话，要用它的这个汁去洗，这个就是它的汁，就是它本身就是我们的解药，就是当我们弄完之后，你手一黏黏就用这个搓。所以这真的是要他太个唔抵嘅事情哦。以前人家说，因为芒果也跟这个时间点是同时出来的，因为芒果中毒了，因为太多了，那我们就吃这个当解毒。因为我们是它综合嘛。对，长辈他们会一直这样讲。哇，所以它是一个相生相克的一个概念。哇，古松也知道阿秀玲虽然佢冇一出带到董事，佢可能也喺啲台北生活咧，作为一个青年农民，不过佢还可以了解更多，也都有出物嘅故事来同大家分享。你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转到节目当中。好，欢迎大家又转到福起来咧，我是钟义权阿权妹。今日节目当中同大家来分享阿秀玲和金蛋枪系咧作者，韩国佢也还没做青年农民，会同大家来分享佢接近土地嘅故事，韩国嘅农产品都会来同大家分享哦。刚刚有讲到也蓝布子，因为讲起大家董叔师嘅一项
这个崩番啊，也係講整五嘅啊，同接要用到嘅食材。接下來我同大家來分享嘅係洛神花。洛神花其實也係東東人都懂好食。但是聽說是在台東那邊種比較多。对，但是这應該是政府政策的關係，所以他們會以這個為主。對。那因為我們早期，我們大概20-30年前就開始在種，但是不是很大量，因為我們就是婆婆媽媽少的。對，現在東東你去改個抽鹽地度，可能都會種一點點，因為自己吃可能量也不需要太多。但是我媽媽很貪心，她一種都種好幾百顆，所以那個採下來工很多，很累，所以爸爸都每次看到媽媽做，他就會臉很臭，他會生氣。所以為了讓媽媽不要一直被罵，所以我說好了，那就說是我種的。所以不只是雖然種了很多，不只做了一些基礎的加工，甚至還拿來做甜點。對，就是會應用在甜點上，包含像香蕉，我們會有生產出來嘛。那是因為一長就長很多嘛，所以我們多的我就會拿來稍微烘烤一下，然後再拿來做那個甜點布朗尼。我第一次聽到用洛神做布朗尼。對，因為其實我們很多人會用蔓越莓來做，可是其實我們台灣有自己很好的食材啊，像洛神花就是一個很好的食材，為什麼我們要去捨近求遠？對啊，好特別哦。香蕉跟布朗尼本來就很融合。我本來以為洛神會太酸，不會，但是我的酸度厚，對，但我的很酸的，不會，我覺得很 OK。而且聽說你是用電鍋做的，對，我是用電鍋做的。天風和應用板軸，要怎麼做？電鍋？電鍋的話，因為前面都是用，先把巧克力融化嘛，然後融化之後，因為它需要會有加麵粉，那你就是放在電鍋上面用蒸的，用蒸的就做的，對，哇。除咗做的洛神花取代蔓越莓做布朗尼以外，還做的拿來做雪 Q 餅。對，雪 Q 餅很多也是用蔓越莓做。對，所以我就覺得，哎，為什麼一定要用蔓越莓？台灣種蔓越莓好像比較少吧？對，對啊，所以我就覺得，哎，為什麼一定要用一個國外？因為我們應該用台灣自己的味道。而且你的雪 Q 餅很多哎，這樣比較健康。你知道我這樣抓，它已經快散開來了，因為。亞黑因為是用棉花糖把它做粘着的，對不對？對。然後裡面加餅乾，然後一般都不會就會棉花糖凍豆，對。然後咬起來會有點粘牙齒，因為太多了。對。而且很負擔，因為很甜。對，很甜。對。那不卡你亞黑講Sophia 吃到你做這樣子的雪 Q 餅，他們的感想是什麼？他們覺得好吃啊，他們想買，可是因為因為成本很高，所以通常我會不好意思賣它。因為量太少，是不是？然後成本又太高。對，然後太貴，然後太貴，我賣它的價格是剛好我可以 cover 掉的，但是我就是沒有工錢吶。哇，好特別哦！因為洛神給一種氣感嘅香味，然後酸味，因為我這樣腦袋裡面愛吃豆芽雪 Q 餅想到嘅很黑蔓越莓的味道。對。但是我吃到了這個洛神口味進去有點衝突，就是跟我以前想象的不一樣。是，韓國又不會太甜。對，所以這就是你自己做東西的理念，就是健康。對，因為我們會過敏，所以我也不太希望自己吃太多糖分的東西。對，我當然因為我爸爸他也是有點糖尿病，所以我就希望我做的東西是盡可能大家都可以吃的。但因為味道它是可以被騙的，對，就吃久了那些比較化學東西或者是久了你會被騙，可是當你吃這些無毒的東西或者是比較天然的東西，你會有時候你可能沒辦法轉過去那味道，我會覺得這個味道好像奶怪怪的。對，沒有，我的不適應完全是因為蔓越莓被洛神取代了。對啊，對。然後就覺得好特別哦，而且它味道其實是合的，這可以做出它自己的特色。對對，所以像這樣子，你像剛剛講嘅洛神會出產嘅時間，一出產就會凍豆。對啊，這些應該就是要耗費，完全是要用人工的方式來處理。是，我們有考慮過請人，可是因為我不放心人家做，是因為他可能不知道怎麼抓那個。因為每一朵花對我來講，它都很珍貴，所以我每次抓那個花都是很輕的，所以我連放都是很輕，所以我爸就嫌我做事情很慢。然後因為每一朵我都會要求，我都會看到裡面有沒有蟲害啊什麼。可是其實你真的很仔細耶，因為像安永做洛神，不管是蜜餞啊，還是做果乾，它其實沒有很完整，也沒有關係。但你有你的堅持，
对啊，它看起来现在已经不太完整，但是我就觉得我应该要保持它的完整性，因为它本身看起来就是它采收下来非常漂亮。对，然后就觉得啊，你把它破坏掉，我觉得很可惜。对，然后后来我们有发现另外一个做法，所以我相信它的那个完整度还是很重要，像这个它的角就会很明显。所以我现在是要打算做这种方式的话，蜜饯。对，我这蜜饯跟别人的做法不一样，所以味道也会不一样。哦，真的吗？有嘛该某 Q 用给地方？它比较有它原本的味道，它有它原本的果汁的味道。如果你有吃过新鲜的，我知道新鲜的超酸。对，然后但这个就不会很酸，刚刚好，刚刚好。然后我也没有加很甜，所以它的味道是如果有吃过那个破布子，吃过那个覆盆子，或者是那个野草莓莓果类的，对，你就知道它原本其实接近这个味道。所以其实我觉得像暗涌莓果类的味道啊，其实还蛮适合拿来做跟奶类东西的搭配，比如说像什么 cheese 蛋糕啊。是，我会拿来做，吃起来味道很。我会拿来做那个酒酿。然后加优格，然后再加这个就很好吃。对，所以其实你中暗的东西，唔但像係老一的好食嘅東西種出來，和老佢做成對身體空天嘅東西來，自家食也係講買本便宜。不過其實唔但像空天為主呀，對熟齡來講，中亞的東西嘅意義也很重要。比如說像貴族。对，貴族是因為阿公，我們早期是做主編嘛，我們是算是整個村都在做。旁邊那個就是阿公做的，這個我一定要把它帶出來，雖然它已經很黑了，這是我小時候跟阿公一起合作的，我負責塗黑。好有記憶哦。對，然後他因為阿公沒有他沒有學過，所以他要我在後面簽名。好可愛哦。對啊，那因為我們那邊是做竹編嘛，然後也是同時供應整個中部的那個。就是在沒有那個就是塑膠袋之前，都是用竹編的器具的時候，我們這個地方是很有名的。那也是我們主要的經濟的來源。但是因為現在塑膠袋的那種關係，所以整個都沒落掉。那竹子還是在啊，所以我就想，我們要把它，我們還是雖然沒有能力去做竹編或者是去整理，但是我們透過每年的採竹筍這個活動，我們可以把這個竹林稍微做一些梳理，然後讓它可以慢慢的存活下去。那我還是很希望大家我們的那個村裡面的人可以一起把自己的竹林抓出來，不要把它弄成那個鐵工廠或者什麼的。對啊，雖然人家澳洲村很辛苦，但是你留着一片田，你就有一點農產品後生嘛，對不對？而且竹子其實像暗涌可以做，給竹做嚟做加工，對啊，暗涌就做在不用農久，對啊，那甚至也可以做竹鹽啊，不一定只有竹筍啊，對啊。雖然我們大家都很喜歡吃，然後也很害怕它的，因為太辛苦了，種東西真的辛苦。對，而且吃到怕，就全村連跟人家說哦竹筍出來，大家說哦又是竹筍，因為也係有季節的嘛，什麼季節就吃什麼東西。對。所以其實種東西嘅人唔但搶呀，甜食愛好、技術愛好，還愛防也都蟲嘅也都。就像阿秀玲講嘅，你很怕蟲，那對於這些蟲害的防治，你通常都怎麼做？如果後來我去請教一些長輩，他會提供一些訊息，是說像那個介殼蟲類，我們就會用一些苦楝油。哦，對，它讓蟲不會就沒辦法呼吸的那種做法，讓它不要去靠近那個植物，或者是能夠遠離它。然後如果是軟蟲類，我們可能就用蘇力菌。那的確是有機之材。對，但是它可能沒辦法到很完全的，可能要常常去噴。雖然我爸還是不太願意幫我噴，但我就至少1個禮拜我回去能夠噴多少次就噴。對，然後像現在有一些，因為像有一些病菌，因為這是針對蟲害嘛，那疫病的話就是細菌的部分，那我就可能用次氯酸水。就因為現在公司它也是在做這方面的工作，所以我就會搭配他們次氯酸水來做實驗。對，那這部分我還是做實驗之前，我還是有先問過改良廠，不會隨便做實驗，因為我也害怕我自己吃的有問題，或者別人吃的有問題。對啊，所以其實唔但像黑 moon pasta 啦，七嘎沒有做研究，也有去研究、去鑽研。對。那你覺得在這個過程，因為你同時有2個身份，你講你喺2年嘅時間當中都董事去種田，平常時喺啲台北做事，閒暇的時候又還要再撥時間來寫作。你覺得啲田園嘅生活和工業嘅下種兩者之間有沒有什麼關聯，還是說互相幫忙的地方？其實是我覺得是洛神花這件事情讓我發現。
因为他很辛苦。那有一次我因为洗到半夜，就是都是凌晨2、3点，我就会觉得，有时候说，既然那么辛苦，我还要坚持吗？那后来我就问自己一句说，就是因为辛苦没有人要做啊，你才要去做啊，为什么不去做呢？对，所以在贵竹笋也是一样，他因为辛苦，所以没有人做，所以我当然要捡起来做啊。然后破布子也是一样，都同样的道理。对，他让我学会坚持一件事情，学会坚持，而且这个其实是跟写作很有关系，是因为我对这些的记忆是很深刻的。我希望它可以留在我心里面，还有日常生活里面。那某程度，因为我们是客家村嘛，其实我们从小到大都是为了这个而存在的，所以我希望我还是可以用客家人的生活方式在生活，这是好的，我们把它留下来。冇唔錯，今日聽嘅少年嘅故事吼，唔但搶留佢嘅生活經驗，用東西做出來以外，還做得用筆來寫出來，用再講出來佢嘅故事。神夢少年今日來分享，謝謝。謝謝。咩神夢天使機頭前觀眾朋友嘅時間休息一下，傾下嚟做運動哦。